事出反常必有因。之前續約咗多個球員嘅公鹿突然間宣布裁咗跟腱撕裂嘅利拿特，將佢剩餘嘅1.13億工資分5年支付，空出嚟嘅薪金空間同溜馬正選中鋒端拿達成4年1.07億嘅合同。裁利拿特呢一個決定，佢好似係一種啱啱遇到時機嘅豪賭。問題拆解要睇源頭，理論上公鹿之前一堆配平合同，奇雲波達、杜倫特、普連斯都不約而同係簽2年，咁就係等緊8到10個月之後，利拿特傷愈復出，再次衝擊總決賽，甚至係總冠軍。因為利拿特嘅合同佢就係剩翻2年，如果阿利拿特復出嘅狀態要調整，咁咪等後年咯，亦即係2026到27賽季。呢次同端拿簽嘅合同，也就係年均2500萬。29歲嘅端拿係溜馬嘅內線支柱，佢啱啱履行完嘅合同係一份2023年1月簽落嚟嘅續約合同，過去2年平均都係2000萬，攞到東部冠軍，年齡雖然接近30，但係日價都係多咗500萬嘅2500萬，溜馬都唔願意提供。咁當然溜馬或者都覺得自己計準咗，競爭對手都提供唔到。有一種大膽嘅設想，公鹿可能睇到太過化算，先做咗一個冒險嘅舉動。喺公鹿做咗8年總經理嘅荷斯特之前嘅操作邏輯其實都係挽留即戰力，但係當字母哥身邊佢少咗一個頂級嘅後衛，多咗一個空間型內線，甚至端拿同埋保迪斯嘅呢個配合更加似佢喺溜馬同斯亞金嘅拍檔，字母哥就會更加游離於呢一套戰術體系之外，而且咁樣嘅陣容佢似乎亦都好難行得遠。買斷對於利拿特嚟講咁簡直係天降喜事啦，攞住唔使打折嘅工資養傷，傷愈仲可以重新揀球隊挑戰總冠軍，再簽大合同。馬上35歲嘅利拿特再簽合同嘅時候，比原來可以更加好咁嘅規避38歲老將條款。事出反常必有因，呢次裁員係要睇利拿特復出時候嘅選擇。唔排除公鹿同利拿特已經有咗約定，佢復出之後可以自由身重新加盟公鹿。伊古史卡斯條款同埋加里皮頓條款都冇辦法對呢一種重返做出限定。如果利拿特重簽公鹿3年，又或者以老將底薪加盟嘅話，咁就係啱啱續約嘅總經理荷斯特嘅逃避工資帽嘅創新獻禮。如果真係咁，確實係好招。咁亦都唔排除未來會推出一條利拿特條款。